阴影，马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走，落去天堂，到了该去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微缩，幸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注世界错也很唔错，本爱一站巅峰，感觉一点轻松。哈？比赛？多参加到一种快通，对人社团没有好处啦。欢迎加入竞技啦队社团，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队社团的同学。你可以给我啦啦队的入社申请表吗？好。我跟你说，辅导建设政府饭呢，还经过感化院。你都听见了？你干嘛？我要替党员报仇。哎，在前面那边。哪里呀？那边吧。怎么没看到人啊？是不是被教官找去了啊？熊仁康，我不是跟你说过绝对不能讲吗？你干嘛还到处乱讲？我只有跟一半讲啊。一半？就学校一半的人啊。你广播电台哦。对不起嘛。小雅，你到底看到什么？对啊。就斧头曾经是纵火犯，他之前在学校放火，还烧伤他们班的同学，进过感化院。最重视的就是纪律和团结。社团规章写得很清楚，只要打架，一律退社。可是教练，我们好不容易找齐队员，如果现在有人退社的话，这样我们人数不够就不能表演了。你们打架之前就应该想清楚后果啊！冯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啦，我哋退烧系为了本大家一个教训，不过系咪做得用其他的方法来做？好，只要你们能在3天内完成3000下浮力挺身，就可以重新入社。3000下的冯先生，按你系咪3000下5、6、7、8、9、1、2、3。好，开始暖身，快点，不要看了。7、8、9、10。哎，南总，你先排，先排。啊？你先，你先。来，你先。干嘛？你先啊。哇塞，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先。哎，你先往前喝水啦，先给你拍啦。哎，你先。哎，你先啊，你先喝，快喝啦。
干嘛？你看那个家伙，不要忘记方宇说的，我们是个团队，注意团队精神啊。哇，麦子好有队长的样子哦。你顶摆痛过清江汉吗？袂啊袂啊，伊他们整天寒。你周的唔是打败陪我来做复健啊？这么惊哦？俺老婆讲好嘞，听说会腹肌平爷啊。你练啦啦队不会忝哦？唔是笑啦，俺唔惊忝。手的研究有一个电人的广模子，无讲迄广模子啊，俺去买凉的。还是啊，俺们底下比较吵。俺讲歹势，俺们底下比较吵。我老爱偷你妈嘅。起身，你无乜嘅啦，还在想必须的事情。啦啦队长开始，你迄个声音呢？你有没懂了解？麦子表现普通，不过动有决心，做得本太加完成，做底层动度好。大熊卡皮也含拉零发，不过锻炼就有进步。除在做底层，还做得养后保。小雅有不投基础，还唔系懂叔叔，不过有次性没好表现，要不要本期变做一个懂后的啦啦队员，做上层进度后，还有吞吞，你做麦去都懂认真，唔讲辛苦，打中想想他这一集，系今后嘅飞人。哦，无简单呢。我就讲啊，我老教总哦，推荐你做自投行商，整起来冇唔错。我太替安排嚟大家出演嘅 V 嘅，还有吹行变翻杀嘅，你看一下，还有问题人做的讨论。无啦，我哪有买问题啊？你还你还专门呢？你啊奇怪，个蓝龙还有斧头，你有冇在当讲咯？第六是含喺啦啦队嘅人，鼓手冇记到嘅 V 嘅。冇嘅啊！第六是含喺啦啦队嘅人，鼓手冇记到嘅 V 嘅。
应该冇买问题嘅。当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也怕别人知道。但后来想通了，人都会犯错，我们都付出应付的代价。当然，这不能表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错能改，更要积极面对人生，帮助别人。你不要把它当作赎罪，更不要怕别人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例子当作给大家提醒，这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感受到大家对你的不友善，但假以时日，如果大家感觉到你的用心，我相信状况一定会改变的。相信我，你现在的状况我都遇过，因为我就是过来人。队长早安。早。今天大家都好早哦，是不是想要投降啊？走走走，我们先去搬垫子吧。今天是不是还要拿体育器材？对啊，等一下一起搬出来吧。队长，队长，我们要自我保护，预防意外啊！海 C， 上次你和蓝龙打架的时候，从书包里面掉出来的。我先放上面。冲啊，师妹们，冲啊！哇，打坏人，打坏人！啊！哎呦，好胖哦你，小胖子。小胖子。放屁给你闻，放屁给你闻，放屁给你闻，哦，你看他欺负同学，你会捏给他看，噔，粉红泡泡拳，噔，哎呦，好痛，我保护你。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哦。小朋友真的很单纯，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当幼稚园老师。来到迄行我行路无了条路，来可能听说要闻了就洗几个落去。来咱唔好行这条路嘞，我为了一家不搞个产品生意啊。看我干嘛？看前面。等等，你放学以后有没有事啊？没事。我想买东西，需要你的意见。好。来，各位大朋友、小
小朋友，我们现在集合喽！现在呢，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当做是这一次见习的纪念，好不好？好，来，看老师这边哦，来数1、2、3，1、2、你会不会太夸张啊？上学又不能化妆，你带那么多东西来干嘛？我爸常讲啊，有准备就不怕万一。啊，现在不就用到了？你很适合画烟熏妆，而且口红颜色不能太淡。可是我不习惯化浓妆，又不是画给你看的，是画给南农看的啦。蓝农看到我化那么浓的妆，应该会吓到吧？说不定还认不出来是我。啊，所以嘞，可不可以让我看起来有精神一点就好了？好吧。等过来。快去给南农吓一跳吧！Kia， 动豆腐要加我，加了我们一天做1000个伏地挺身，哎，简直没人性。你真的可以在3天内做完3000个吗？万一……放心啊，我绝对不可能被褪色啊！再怎么样，我也不可能输给他中我饭啊！到了，挑个你喜欢的吧。这个还蛮可爱的。小姐，喜欢什么？我拿给你们看。我要这个，帮我包漂亮点哦。这个吗？嗯。要送人的礼物吗？生日礼物。好，我帮你包漂亮一点。谢谢。屯屯，你再挑一个你喜欢的吧，我送你。谢谢你今天来陪我买糖糖的生日礼物。周云龙做的1972下，林博宇做的2154下。你们2个都起来吧。按照约定，请你们退社。风行长，教练，等一下，离今天结束还有一大段时间，谁说做不完？我妈做。
谢老师，麻烦你记一下，6000下，一下都不能少。大家一起加油！1、2、3、4，加油！5。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唐生日快乐！那等下坐。糖糖，盆蜡烛啊！你喺我用心好嘅礼物，送俾你。谢谢。中意吗？以后看哦。我嘅礼物啊，贴心又不是设计感，我可是哦，充满我气家嘞。哎，我礼物嘞，麦子，拿出来啊！我硬要只礼物太忙啦，你看一下。不过，我今日送嘅礼物，糖糖会冇中意嘅。唔怕，唔做得来，我出天欢喜咧。係啊，我想買咧，雖然唔辣哦，不過我聽說唔會燒你啦。糖糖，生日快乐！按子说，我当中医。中医就好，希望做得天天爱到，一起航向伟大的航道。我看哦，遐个东西哦，我通通哦较喜欢哦，你看呢？伊按中医，因拿到书方哦。哎，阿婆，唔掂好亂講啊！伊要太忙。你讲的冇唔错，也是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輕輕聲一隻細細嘅希望。最後一筆。什么？走很像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种坚强、勇敢又有人疼爱的感觉吗？你不是要告诉我说你跟他长得很像吗？我希望跟佐藤像一样勇敢，这样上场前就不会紧张了。好了，我们要迟到了，先走吧。回来啦。
形容啊？对。我可以进来吗？这是我刚进来的工作，欢迎回来。刚才帮我打电话回来，说有事会晚点回来。你想你去干嘛？之前佑仪跟我说过，你的音乐开太大声了。哎，我来。有事情就大声喊出来，音乐开大声一点，其他人就听不到了。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继续啊！画作预备 ，ready， 1 2 down up， 手打直，底层记得要缓冲。后下预备，右手，左手 ，ready， 1 2 down up。女生这时候膝盖要打直，压脚背。好，再来一次，画作预备。Ready， 1 2 down up down up， 后下预备，右手，左手 ，Ready， 1 2 down up， 膝盖打直啊，你们没有打直啊。好，再来一次，画作预备 ，Ready。自己后下好不好？怕怕怎么举啊？你自己也没力啊。对嘛，你看人家斧头啊。看你自己啦，还是以后叫你无力男。再一个。画作预备 ，Ready。后下预备，右手，左手 ，Ready， 1 2 down up。好，再来一次跨坐预备。周品金、黄韵文、杨思雨、徐曼义、陈宣如、蓝美红、李爱云、郑浩云、李秀雅、温天晴、谢子毅、熊仁康、周瑜农、林博宇。我不要。社团规章，不服从指导老师就退社。不想练就出去啊！开始分组练习。1下2上，1。就这样减肥咩？我有在减啊。2、1。hold 住，再蹲低，膝盖不要超过脚尖。2、1，再蹲低。先生，先生，
先生，请问你哪个单位的？不好意思，我是到光复中学来采访的记者。我们练习不能拍摄，你打扰到我们练习了。冯新章，冯新章，踩谁了？啊，又迟到了。今天早上活动组长啊，说什么有记者要来采访啊，叫我去帮他整理办公室。阿川老师，俺叫我看到。硬记得啦，头摆睇到你係目嘅笑嘅，冇想到，有得笑句哦，有真嘅記者。係喲，記住各位人都演嘅啊，凡向嘅同學吼，睇搞到變到無麻強樣嘅，唱下去啊，去啊啲做啲邊，特別看佢啲天師蛋糕吼，講到太多你以前單啦，冇講係無言啲，頭擺靠國文嘅時間，但聽人哋去聽書嘅咧，啱咁講哦。有看到你哋安尼成就哦，係真係動翻啲嘢。哦，請問係人才教育雜誌主先生嘛？係，好，我係學校嘅活動組長。哦，組長。歡迎。哎呦，來到晏晝啊！蔡先生，等下麻煩帶朱先生去辦公室泡一下茶。我依係學生嘅組隊會考慮啊。唔使笑啦，下擺採訪後係全部人安排好晒咧。組長，係咩人學校畢業嘅啊？唔講嘅安排係點啊意思？其實下擺上去做嘅好，係最平時嘅報道。學校唔是貼票安排，係成個馬學生嘅。一興係等人去參觀其他地方。組長，冇相關啦，一邊行係動作，做人去無限，係切架做得啦。像中國嘅學生，佢做唔嚟停下就去做路漫。做路漫唔好，唔好記，我都要學嘛。做一工，你停下轉去啦，後日你強校，你冇前途啊！團最有前途，台灣人都冇前途。我講，佢哋學到地步，寫嘅文章太搞到出到寫嘅同學。俺因為佢有呢方面嘅天分，所以應該本佢機會繼續寫下去。講下小師，電視看點都會來啊！我應該說嘛，熱血老師，我來表可以，走的，心意拿出來。朱老師，就要起來啊！你要走唔走啊？唔出底氣啦！冇可能，眼睛都帶佢轉。囉嗦啦！做一個啊！你睇我轉你啦！做一個，你睇我轉你啦！三
上那个。外面有个。光！冯先生，做得拜托，我讲解到嘛。 3天后，学校篮球校队和康苗高职有一场比赛，我们要以光复中学竞技啦啦队的身份上场表演。可是我们才练习4堂课，真的可以吗？我干嘛帮篮球队那群废物加油？对啊，篮球队平常那么嚣张，干嘛帮他们加油啊？不要吵啦，老师会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 另外，明天起每天提早半小时晨练。好了，今天早上练习到这边，东西收一收，解散。独裁暴君。好诶呐，经验懂聪样没？哎，方老师会做这个决定哦，都是为了大家好，对不对？好了，打起精神来，东西收一下，快点，来。睡那么少，我的皮肤都受不了喽。啊，你怎么睡都一样啦，没有救了。哎，好，你最漂亮，可以了吧？啊，本来就是。去。哎，可是东挑夫真顶不是人，自己不想睡就算了，还拖着大家不能睡，神经病。看啊，真的，新闻报道说台湾学生都睡眠不足，都是那种洗伤害的吧？我还有，川哥，老嘞，嘿没睡唔起，张大周落好搞啊！你在干嘛给啊？我是为了让你们练习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安全一点，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帮你们做的事情，成吗？啊，哎，你还叫正经好好重点转告啊，奇乖乖的。乖乖。今后参加啦啦队可以是去变烂的啊，我每次都奇乖乖的。唉，我本东挑附带快就好嘞。好，是可以的。我觉得啊，每个孩子啊都需要去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张椅子。也许过程当中会有错误的，或者是坐错位置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多试几次，总是会找到最适合的嘛。而我们当老师的啊，就是要帮助这些孩子啊，去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张椅子。这些小朋友其实哦，他们都是非常的聪明的，其实他们很多才多艺，然后呢，古灵精怪的。在忙吗？我进来了。哎，没想到你会收集这么可爱的东西哦。你来找我干嘛？
哦，我来找小文啊。没有啦，就是我知道你想要帮糖糖完成啦啦队的梦想，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真心想替糖糖加油的话，你应该先解开自己的心结啊。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因为我们是朋友啊。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搞得每天都很不愉快。好想有蓝农、大雄，还有墩墩那些好朋友帮助我，所以现在我想要帮你。这是第一次表演，总之就是放轻松，你们就当成平常的练习。我们每天早上放学都在练习，你们就当成这些观众都不存在，就只有我跟谢老师在看着你们练习。然后记得 ending 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微笑，身体要绷紧，底层不要放弃上层，记得了吗？什么都绷着一张脸啊，放轻松，好不好？微笑嘛，怎么都这么紧张？来，老师这边有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哈，每个人都有。来，传下去。来，老师，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哦，对啊，没什么啦，这个就当做是你们第一次上场，幸运符，上头有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哦。所以这属于我们自己的喽。嗯，好酷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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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好。麦子跟蓝农呢？迄尾学唔出啊！我来买完长无啦。欧东东啊，欧力度啦，儿子先要。无啊，安怎会无啦？真的啦。get 啦。拉不完呢。get 啦。动粗啦，等下。
啦，不笑啊！这是什么？这是阿春老师送给大家的。哈哈哈。有，糖糖呢？糖糖！那能不能请你帮我们讲一下您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好。图书伊重要的，因为书底度的东西啊，做得本人冇做看卡嘢。不过图书也唔係唯一重要嘅事情啊。就拿导演生活來講啊，伊開放個卡度好10口呢。我聽說啊，伊中意做事，也歡喜畫圖啊。假使做得老生人聽書，尋到佢自家歡喜中意嘅行嘅路啊，你也就會啊，給你多元升學存在的目的。好 ，OK， 謝謝校長。哎，可是我覺得我講還不夠好哎，要不再來一次啊？哎，好了啦，不要鬧了啦，這好像是表演哎。好了啦，哎，全體集合，記住3個原則：第一，安全；第二，信任；第三，團結。3、2、3、4、5、6、7、8，4、2、3、4、5、6、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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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6
你们怎样？摔到哪里啊？ 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眼水起跳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撒掉，say hello， 电影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any 容量变成不tango， 爱 movie say 爱 movie， 眼水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过。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係愛需要擺體嘞，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come on， 親愛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最後係的 hardcore。你講的冇唔錯，我是不愛做過。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有沒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差不多了啦。我相信很多我们运动代表队的家长们都对我们这个现在运动代表队讲，就是孩子的将来的升学啊、辅导这一块，会抱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度哈，都认为说孩子，
每天都在练术科学科的部分怎么办？好，那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很希望，都是由专人来做为学生来做一个辅导，那就认为让他们会在普通课的课程里面哦融入更多学科加强的部分。哦，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让他都是变成学术科并进。科学家也有做过证明，哈，其实是运动完之后的学习其实是正向。好，就是它不是负向的，一般的观念都是很错误。好，那我们就希望我们不断的灌输我们的孩子，好，辛苦得来的果实是最为甜美，凡事都一定要经过努力，加油。